科學同宗教之間嘅聯盟。科學同宗教係人類智力嘅兩大槓桿，一個揭示物質世界嘅法則，另一個揭示道德世界嘅法則。既然呢啲法則都有同一個源頭，即係上帝，佢哋就唔應該互相矛盾。如果佢哋互相矛盾，但好明顯其中一個係啱，另一個係錯，因為上帝唔可能打算毀滅自己嘅工作。所以呢啲諗法之間表面上嘅不相容，證明咗佢哋被錯誤咁解釋，係因為雙方都太過排他。因為呢個原因產生咗衝突，導致咗不信同唔包容。我哋喺呢個星球上已經到咗一個階段，基督嘅教導必須完成，而遮蓋住呢啲教導某啲部分嘅面紗亦要被揭開。科學必須結束專屬唯物主義嘅時代，開始考慮精神元素。同時，宗教必須停止忽略物質嘅有機同不變法則，但讓兩者就可以成為兩股力量，互相扶持，喺對話中一齊前進。到時宗教唔再被科學抹黑，亦唔再反對事實嘅邏輯，就會獲得一種無可動搖嘅力量，因為佢會同理性一致。科學同宗教直到而家先可以聚集埋一齊，係因為以前佢哋只係根據各自專屬嘅觀點去睇嘢，結果互相排斥。而家需要更多嘢去填補佢哋之間嘅差距，將兩者團結埋一齊。呢個缺失嘅環節就係管治精神宇宙嘅法則，以及精神同物質世界關係嘅知識。呢啲法則同控制恆星運動或生命存在嘅法則一樣，都係永恆不變嘅。一旦呢段關係可以透過實驗證明，當信仰以理性為導向嘅時候，佢就會發光。而理性喺信仰入面發現冇任何唔合邏輯嘅嘢，最終就可以打敗唯物主義。但係同好多事情一樣，總有啲人會留喺後面，直到被進步嘅浪潮帶住行。如果佢哋選擇反抗而唔係跟隨呢個趨勢，最終會被時代壓碎。經過超過18個世紀嘅磨練，隨住人類達到目前潛能嘅高峰，我哋正向新時代進發。一場由靈魂運作同指導嘅道德革命正喺度進行緊。好容易預測到呢場革命會引起社會關係嘅必然變化，並帶嚟深遠嘅後果，因為呢啲都係由上帝決定，源自進步嘅法則，亦即係上帝嘅法則。